情啊！邓大人，你放在我已经过度，现在还要再光3杯，再光3杯。邓大人，哎呀，弟兄，你昨天昨天我不曾饮酒，今天倒要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邓大人，哎呀，王太岁，我过。实在请他后厅来，按照暖语细交代，托他传真来迎先抢为我张龙主呀，加此来。哎呀，弟兄，你怎么不好？一定要好，一定要好。实在他答应真情传，万事由他来安排，只怕他为他现在大事务，我差变心乱关呗。王太岁，今天嘛，我们要好个痛快，好个痛快哟！哈哈哈哈哈！来来，斟酒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么自顾还拒不谈女儿的婚事啊？即刻决断，即刻决断！滕大人，昨日你在江西之里要为小女做媒，不知这件事嘛，哎呀，不成啊，是不成。为何不成？哎，可恼他傲慢心，待天发誓娶婚姻，说什么自非是从西方出，要他再娶是反不能。哎呀，钱大人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王太岁，定本是上房事，你尽我愿两成心。既然你对天发誓愿，我不管高攀做法人。哎呀，邓大人，既说上房不女儿，倒方便，不在地下小事。来，喝酒，喝醉了许醉。大帅，哎呀，少夫人，昨日你手把胸膛做媒公，今日你假装无度三句风，啥不将真情说明白，谁挂为少才水头。哎呀，少夫人，用香出言。恰
哪个问？同乡同名有同帮，王爷兄不应是玉屏。原来是此，王太守，太守少年好前程，为何至今一头身啊？可叹眼前早不差，滚江涛涨他身。原来少夫人是对江儿似的。